我们不惜重资，花了几百万，从我们的北中请来了最优秀的一团旗舞，来为我们表演这场旗舞。这场旗舞不是随便都可以见得到的，这一团全台湾只有一团而已。来，我们以爱的鼓励一次，来欢迎我们北中旗舞，爱的鼓励，预备，来！ 起床！晒伤眼角不了，对着光风咆哮。走进城堡的大楼，埋藏在黑色眼罩，长趴在船头高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船头，在找到那些宝藏以后，在满足很抱歉的念头，幸福是躺在岸上等候，故事对他是座长楼。 She